大家好，我係御金醫館嘅陳杏芬醫師，今日教大家5招改善陰道炎反覆發作。第一招喺衣着方面，我哋應該要避免着一啲非常緊身或者係由合成纖維製成嘅內褲，應該多着棉質內褲。另外，近期亦都非常流行外出嘅時候着一啲唔通風材質嘅瑜伽褲，容易造成我哋嘅私密處細菌繁殖。運動完之後應該要即刻更換。第二招。經常灌洗陰道亦都會增加我哋陰道嘅感染機率。通常最常見嘅誤解就係喺性交之後灌洗陰道，其實係唔需要咁樣做㗎，因為鹼性嘅精液其實係唔會即刻改變我哋陰道入邊弱酸性嘅環境，陰道係有自我嘅保護機制嘅。第三招，建議多做一啲骨盆或者係下腹部嘅肌肉運動，咁可以促進我哋嘅子宮同埋下身嘅血液循環。而第四招就係飲食方面啦，建議少食啲寒涼食物啦，例如西瓜、魚生、凍飲，同埋要少食甜食，多食一啲新鮮水果或者係酸性嘅果汁，例如蔓越莓汁。第五招亦都係非常重要嘅一點，如果女性伴侶反覆感染，男性伴侶亦都應該要一同接受治療。咁樣先可以有效咁解決反覆性陰道炎。男性因為陰莖比較長，所以唔容易察覺有症狀，但仍然都有感染風險㗎。如果有黃色、綠色或者白色嘅結塊狀分泌物，就應該要盡快揾醫師診斷治療。呢種情況唔可以僅靠生活或者飲食嚟調整，係需要服藥治療先得㗎。